咱亲像受伤的罗德，经历试炼、失志、孤单佮野戦，性命受缀着伤破碎，亲像要花的灯火。主耶稣凡事也捌经历过世间人的忧愁看虑，也有陪咱的痛苦重担，甚至经历十字架的死。总是第三日，主耶稣有搁活。伊对迄个用大地石头封捌的门行出来，进入惊吓失胆的门徒当中，对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伊用顶额的双手包扎受伤的罗德，互伊恢复活力。主耶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，搁活的意义就是主耶稣进入咱自我封捌的性命，用搁活的能力。互咱受伤的心灵得到医好，甲要花的灯火重新点灯。
你经历复活的力量，他要差遣你向人述说生命重生的经验。我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，因他活着，我的生命不再一样了。当我奉差遣进入这世界，靠着主耶稣的复活力量，世界也会因我们而逐渐转化。耶稣复活之后，有一天在加利利的海边向彼得以及门徒显现，并和他们一起聚餐。聚餐后，耶稣问彼得说：“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接着，
耶稣又第二次问彼得说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一样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后来，耶稣又第三次再问彼得说：“彼得，你爱我吗？”因为耶稣连续3次问彼得是否爱他，彼得明白，耶稣其实问的不是朋友之间的友谊之爱，也不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师徒之爱，而问的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神圣之爱。这时彼得忧伤地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是爱你的。”于是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你来跟从我吧。”复活的耶稣在此时此地也同样问我们每一个人：“你爱我吗？”而我们也同样的要回应复活耶稣对我们的爱。他的爱是完全的，是全然接纳的爱，是亘古不变的爱。同时我们更要高声来颂扬他，因他是荣美的救主。耶稣，荣美的救主，复活全能真神，荣耀君王，真羔羊，圣洁和公义，尊荣的拯救者，明亮晨曦，天使高声齐颂扬，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，何等奇妙，何等荣耀，超乎万民之上，配得尊重，何等奇妙，何等
你對茫茫人海中，無人關心，無人痛惜，日空星辰無可數算。不過上帝按人嘅名一隻一隻亮起嚟到出來，上帝未按你特赦嘅名一屆一屆拯救到你係上帝目珠中嘅珍寶，日日佢用愛來溫柔保護到你嘅頭那麼幾多山高，行出來嘅路幾多帶領，到困境中幾多扶持到你，馬上做得很你然後幾多嘅愛給你呢？對所有嘅事情中都做唔得，很你然後上帝嘅愛給你，而愛係對你嘅主基督耶穌地步嘅。